腹膜平衡測試及透析功效檢查手寫者指引。每個人嘅腹膜輸送率都唔一樣，而腹膜平衡測試就係用嚟評估病人嘅腹膜特性同效能。每個腹膜透析患者只需做一次就可以。而透析功效檢查中，包括咗尿素同肌酸酐嘅清除測試。呢一項檢查係定期嘅檢查嚟嘅，並需要病人提供24小時小便同1日舊水樣本。收集樣本前，請先準備10毫升針筒、樣本樽同消毒酒精紙。舉例嚟講，腹膜測試日期為1月3號。醫生嘅處方係1日換水3次，濃度為3包1.5。請你喺1月2號當日，分別係每袋舊水入面留取1支樣本，合共3支樣本。第一袋舊水樣本為1號，第二袋嘅為2號，最後一袋為3號。如醫生處方係每天4次換水，就需要留4支樣本，如此類推。然後喺1月2號晚上10點鐘，亦即係腹膜測試嘅前一晚，入1包2.5濃度透析液。即使醫生嘅日常處方中冇2.5濃度，腹膜測試前一晚都需要入1包2.5濃度透析液。入水後唔需要出水，留待第二日早上9點到腎科日間中心進行腹膜測試嘅時候，姑娘會安排出水。如果未能夠留置1包2.5濃度透析液，就唔能夠進行腹膜測試。以下係收集舊水嘅方法指引。收集前，請先記錄出水量。記錄後，先用消毒酒精紙消毒一下舊水袋表面。然後用針筒刺穿已消毒嘅位置，抽取6毫升樣本，再注入樣本樽，最後扭緊樽蓋。收集好嘅樣本請儲存喺雪櫃雞蛋格內。以下係收集24小時小便嘅指引。舉例嚟講，腹膜測試日期為1月3號，請喺1月2號早上8點於起床後排清小便，然後將每次小便都收集喺小便樽入面，直至1月3號早上8點。女性病人建議先準備量杯，以方便收集小便。最後再提大家，腹膜測試當日記得帶備水寶、舊水樣本、24小時小便樣本。同埋唔好出水啊！